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真侪料理拢是长梗型，像讲鸡梗、虾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梗第二条。梗就是一款算医疗型物件的单位，咱讲一梗、两梗。另外，真侪料理做一梗一梗，咱嘛照伊的原料讲是啥物梗。像讲虾啊做一梗一梗的料理，咱讲是虾梗。也搁用鸡卵甲米粉去烘了后，梗做长条形的猪肉点心，就是鸡卵梗。另外，搁用豆腐皮包鸭摕去煎的食米，咱讲是鸡梗。鸡梗嘛有人讲是肉粿啊、五香梗，也搁有网西油做的，咱讲是网西糋。另外一个鼻音读做梗，像讲烤梗、烤翅梗，也就是烤翅单。也搁有一个文音读做罐，像讲罐装，咱就罐式读文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鸡卵梗，这是一款用鸡卵甲米粉这个原料做了后，烘做长圆形的猪肉点心。第二个词读做烤梗，这就是考试的时出题目这张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轮讲阿明今仔日下课回去，摕烤梗互爸母签名，因为成绩考了真好，爸母摕鸡卵梗互伊食，当做奖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梗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罐，也搁有一个音读做梗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